2026年600萬免印花稅，8成嘅按揭。新政策落地1個月，最近嘅焦點聚焦咗喺紅盤信譽天匯嗰度，只係短短嘅幾日，已經係過百宗嘅成交。呢一波嘅成交到底係真係回暖，定係曇花一現？呢個政策到底係咪真係幫到澳門人？做咗10年地產，我睇到嘅唔係狂熱，而係澳門樓市邏輯根本嘅改變。其實今次政府送出呢個置業大禮包係慳稅降首期，但係核心在於釋放翻個流動性。咁過去幾年澳門樓市最痛苦嘅唔係個價跌，而係一啲業主想賣嘅又賣唔出，想買嘅門檻高又買唔到。而家首期由3成變咗2成呢，咁其實係精準咁樣為一啲有供款能力但係又缺乏第一桶金嘅家庭開咗綠燈。以信譽天匯為例啦，咁如果一個300萬嘅單位，原本嘅首期3成嘅話係要90萬嘅，咁而家2成呢係只需要60萬，咁你慳翻嗰30萬可以攞嚟做裝修。呢一波嘅成交量嘅上升呢，唔係盲目嘅炒作嘅，而係一批剛需客嘅釋放。咁其實個樓市係影響到各行各業嘅。今次政府推出呢一個政策，其實就係想盤活翻成個市場嘅經濟，令到啲物業流通啦。其實想換樓嘅業主可以趁而家市場有流通性，置換更加優質嘅資產。樓市冇絕對嘅最低點，只有最適合你嘅起點。不如親自出嚟睇一眼，睇下新屋苑嘅配套，計一計自己嘅承擔能力同埋需求。如果你準備好啦，呢一波嘅政策紅利就係政府送俾你嘅置業東風。如果你都正想有人幫你客觀咁樣分析一下需求，梳理財務嘅邏輯，或者係用專業嘅眼光幫你篩選真正值得關注嘅選擇，我一直喺度。關注 Angel，以雷達視野，見豪宅真章。